牛肉麵、牛腩肉、麵條、番茄、大葱、生薑、大蒜、八角、桂皮、土果、小茴香、花椒、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、鹽、雞精、食用油，適量嘅白胡椒粉2克。香菜呢，適量呢，牛腩肉呢，洗乾淨呢，切成合適大小1粒狀呢，放入清水入面浸1到2個鐘，之後呢，換兩3次水去除血。最經泡嘅牛肉塊呢，冷水下鍋，加入1毫升嘅料酒啦，大葱段啦，生薑片呢，開火焯水，水開後撇去油，3等分鐘撈縮，用清水整定大葱切段，生薑切片，大蒜切末，番茄去皮切成塊，鍋中加入適量嘅食用油，燒熱之後加入葱段啦、薑片啦、蒜末炒香，加入八角、桂皮、土果、小茴香、花椒炒出香味。將焯好水嘅牛肉塊放入鍋中，翻炒均勻，讓牛肉充分吸收香料嘅味道，加入25毫升生抽、1毫升老抽、1克冰糖，繼續翻炒使牛肉上色。把切好嘅番茄塊倒入鍋中，翻炒出汁，加入足量嘅清水涼料，蓋過牛肉，大火燒開後轉小火，蓋上蓋子，燜燉1.5到2小時，直到牛肉變得酥軟。燉煮過程中，根據口味加入適量鹽同埋白胡椒粉調味。另起一鍋，加入足量嘅水，水開後放入麵條，叫麵條包上嘅雪鹽煮熟。將煮好嘅麵條放入米飯，把燉好嘅牛肉連同湯汁一起倒到裝有麵條嘅碗中，切盞炒起雞精提鮮，再切上香菜葉裝飾。牛腩肉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啦，多謝晒。